Mr. Mei Lan Fang takes the part of women characters, but he is not a female impersonator, according to the Western sense of the word. He does not attempt to imitate the real woman in nature, but through lines and movement, he tries to create an ideal woman. 向前来，待世英雄，王朝良多。岂敢国父不服才，怎当公使臣位？相见从此难不从命，只是还要请将军陪奴一杯。哦，让我陪一杯喽。正是。是的，是的，使你们真妙。嘿，大家好，我是大古。这次带来的是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时的昆曲《刺虎》片段的还原。原片来自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胶片影像库。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最终这场演出只流传下来了这一段1分多钟的有声影像，但我们还是能从中一睹梅兰芳先生当年的风采。这次延续上一期的技术流程，使用 Riffy Deep Examiner Based Video Colorization 等一系列人工智能项目，结合手绘完成了这个选段的修复。声音我也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去噪，会比原版音色更加的清晰。同时我还尝试了新出的开源 AI 项目 GPen 来进行了脸部高清增强，这个项目是国人开发哦，可以更好的还原亚洲人像的内容。视频协力感谢微微有梦想和 Nancy 的协助，希望大家喜欢。好嘞，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会继续带来更多有趣好玩的内容的，我们下期见，拜拜。